凡是看过蜡笔小新的，你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野原家不养闲人，只要叫野原的谁没来了。那野原家的拉面烧鸟味道应该很不错吧？我们今天我得吃啥口？音乐起。哇塞，兄弟们，你们看啊，他真的有一个蜡笔小新哎！这个老板一定是蜡笔小新的粉丝。有个朋友们 ，MBD 红木人啊，要是36哎。OK， 这是我今天点的烧鸟，今天没有点很多，一会儿还要再吃一碗拉面。好 ，MBD 32块那个包来包这个拉底的黑蒜油猪软骨拉面，还有我的烧鸟。先来一串这个罗勒叶鸡皮虾，它是巨好吃，这个味道融合在一起。京葱烤鸡腿肉啊，这个吃烧鸟的标配啊。哦，真的呀！野原家果然不养闲人，好吃。再来是牛肋条啊！哦哟，妈大命哎，嫩的不得了哎，嫩的不得了，还吃。油香油香的，又巨嫩。啊，这家烧鸟烤得很不错，很不错。虽然是小摊，但是烤的味道真的很不错，相当推荐你们。然后是烤鳗鱼，哎。哎呦，闻着就有一股焦香味，这个鳗鱼的这个口感真的是，哎，绵绵的，真的好吃。鳗鱼它就是肥瘦相间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甜酱再和鳗鱼配在一起，哇，真的绝，你知道吧？真的好吃。野原家的烧鸟鉴定过了，一点问题没有，相当不错，相当好吃。它生意好是有道理的。那么这里上来口这 MBD 一个拉面啊，我今天第一个是不辣的，他老板比较推荐我说这边还有一个。叫什么变态辣还是什么的，我有点怕，因为我不太能吃辣，我就吃一个不辣的黑蒜猪油果。哎，它这个拉面就会有一种家里面烧的那种拉面的感觉，就跟外面那种什么豚骨拉面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就家烧的拉面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就你们看这个溏心蛋，哦，小大吃可以，哎呦。我蛮喜欢这个黑蒜的味道的，我觉得加了以后点睛之笔，很香。整个一种物质像是那个各种拉面的感觉，但咬的各种不一样，这种海鲜就很接地气，很有烟火气。有这么大一块猪软骨，哦，嫩啊，酱香味十足。哦，不是，是2块，2大块，看到没有？我 OK， 这就没能够吃了。今在等烧鸟拉面吃到我44日。然后他这个野原家好像是晚上要8点到8点半之间才会出摊啊。你那说刚咬了像豆腐口的老狗子，秋拉米再吃几根烧鸟，咖啡也特色日，而且它的味道确实很棒，很推荐你们可以来尝试一下，就是记得早点来，因为要排队。OK， 那我就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